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師傅裝修公司嚟到屯門嘅康德花園。呢個單位面積大約415尺，屋主求嗰層係2房1廳。今次個單位嘅裝修風格行呢個簡約嘅木紋風格路線，我哋希望有一種簡約、清新同埋明亮嘅感覺。非常感謝業主信任，送上本公司嘅全拆套餐加升級工程。今次嘅工程包括客廳、房間、廚房、廁所嘅地磚瓷磚更換，新訂造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。仲有包括全屋嘅家私、水電、清潔費、假天花 LED 燈、鋁窗更換、全屋嘅房門、廁所嘅趟門同埋大門等等，仲有全屋嘅油漆，合共係412800蚊年供包料費，外絕冇其他附加費用，以實為本嘅。一開始同大家介紹下我哋嘅廚房，今次主要用咗現代簡約風嘅設計。下方嘅櫥櫃選用咗壁湖綠色嘅顏色，配搭上方白色嘅櫥櫃，而呢一個位置留有咗放雪櫃嘅空間。最後中間呢，我哋配搭咗一個 U 型嘅石英石面，而大門隔離呢個位置呢，我哋利用咗一個鞋櫃，佢可以間牆之餘又可以有儲物嘅空間。然之後我哋嚟到廁所，我哋今次選用咗啡色嘅趟門，咁入邊呢，我哋今次都係選用咗現代簡約風嘅設計。我哋特別嘅位置就喺淋浴空間，選用咗唔同嘅地磚。嚟到櫃身方面呢，我哋今次做咗一個鏡櫃連吊櫃，而下邊呢，配搭咗一個掩門嘅浴室櫃。然之後嚟到房門嘅位置，我哋今次選用咗啡色嘅掩門。首先喺左邊呢間房間，我係選用咗一個3尺嘅油壓床，而床隔離嘅位置，我係做咗一張書台，喺頂部都做咗一個吊櫃嚟增加儲物空間嘅。而其他嘅空間呢，我係主要做咗一個 L 型嘅大衣櫃。然之後嚟到另一間房間，我哋今次選用咗3尺嘅地台床。而床身隔離嘅位置，我係做咗一個電腦台連吊櫃嘅；而書台隔離嘅位置做咗一個趟門嘅大衣櫃；而喺背面嘅位置都做咗一個玻璃櫃門嘅吊櫃。出返嚟客廳嘅位置，我哋喺度做咗一張3尺嘅地台床；而床頭嘅位置都做咗一組儲物櫃。而呢一個位置整咗一個電視櫃，左邊呢做咗一個玻璃櫃門嘅飾物櫃。大門今次我哋選用咗深啡色嘅顏色。今次成個客廳整體都係主要用咗木紋嘅顏色啦，配搭一啲白色嘅元素。咁樣成個客廳睇上嚟整體呢更加溫馨啦，實用得嚟又更加簡約嘅。